南投县有县议员邀请到逢甲大学的管乐团到草屯龙德庙的庙埕办音乐会，嘛介绍不同的乐器演奏的方式，让艺术行出到音乐厅，深入社区。 音乐会用大家拢正熟的网架主题曲开场，接落来是经典的老歌。除了精彩的演出，乐团嘛特别安排乐器的介绍，增加教育加互动性。这次的体验让我非常的惊喜。怎么说？我很少会来庙这边。逢甲大学的管乐团连续10多年，拢摕到全国性比赛奖项，嘛北到音乐厅演出，同时嘛甲社区合作推动艺术教育。我觉得音乐并不一定要在音乐厅，事实上在这个庙会前啊，或是甚至在活动中心，实际上让所有的小朋友或是居民都能够享受音乐，这是很重要的。这一次办在这个龙德庙的庙前门庭哦，希望说我们保生大帝呢也可以来欣赏这个管乐团的表演。乐团到庙埕办音乐会，好艺术深入社区，让更加侪人有机会接受音乐。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